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2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台北市2间马街病院的急诊室电脑找到受到骇客攻击，病历资料拢拍袂开，司法部嘛派专家协助处理。高雄连环杀人案传出嫌犯的小弟马死人，反倒讲嫌犯会看报纸来了解办案的进度，检方法院申请禁止嫌犯接触媒体。台积电董事长头一届伫美国举行。川普可能会对台湾的晶片扣关税，外国媒体建议台积电扩大投资美国，减少冲击。来看台湾头一届有医学中心互骇客攻击，这个月会找到台北市2间马街病院的急诊室500台电脑出问题，病历资料拢拍袂开。卫生福利部嘛请所谓发展部驻安事务派专家协助处理，并无造成各自的外劳。病人挂喙暗进出，流感热疫情滚价，马街病院急诊室平常时早起游玩时人满。不过最近煞互有心人士锁定门急诊电脑，互卡有软体大规模攻击。那入侵了以后呢，它主要是去攻击西槽的这个很多病人的个人资料，就会把它加密，它就发勒索信。这一次看起来有可能是从这个俄罗斯。根据了解，马街病院第1月初开早起，就遭受第一波攻击。同一时间有电脑受到卡油邮件，同一时间佫表示要伫2月11日下晡5点发动第2波攻击。马街病院发现系统无正常了后，马上启动治安紧急应变作业，佮通报卫福部治安联防平台。另外，司法部的治安署也派驻治安人员协助卫福部联防。台湾医院资讯安全的网络来公布这些病毒的特征，叫大家都更新。有一些进步的主动防御软体，那我们也协调厂商我们各医院呢也在监控，在我们的外部的这个网络上面有没有这些恶意程式活动的一个状况。卫福部强调，医学中心已经清除病毒，一切系统恢复正常运作。另外，也无民众各自外泄的情形，请民众放心。不过，这摆骇客是照病院相关小号密码系统进一步延伸到门急诊500台电脑，主要范围有台北马街甲淡水马街急诊室。这是第一件医学中心遭受攻击，各界拢正重视。医院里头的作业系统的版本是比较旧的，可能包含像网段的部分，然后中间可能缺乏了一些，比如说适当的安全性的去做一个这个分段。针对这攻击事件，马街病院声明，医疗作业拢正常运作，各严厉谴责任何不法的代志。不过这摆医学中心出状况，各界也希望唔通阁发生，将守护民众的健康。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关心高雄的连环杀人案侦办的第7天，过程中佮传出讲有唱水员失去联络，加载落尾人平安。另外，中山大学有一个教授嘛提侦测设备要来协助。警方为着要避免嫌犯伫看守所看报纸、电视来了解办案的进度，即马检方是决定讲要向法院来申请禁止嫌犯接触媒体。邱玲尊伫水面咧行，看敢有哪像人体组织的物件。不过因为2月12日报道，雨真令运河水下真落，干会当先伫水面搜查，甲检查10万啊。它是一段一段的，我们再往下游一起做下去把这个河床这个有这个异物的地方都把它利用声呐把它标记出来。我们来针对这个点，我们现在是用捞的。高雄连环命案为提早找到第7日，真一讲无进展。中山大学海洋环境工程学系一个教授主动协助出动水下生物探测仪探勘河底的状况。不过因为离港湾真近，那水下真落也有风影。2月初10搁拄到船啊故障，也有搜查人员失联的状况。那它已经潜到那个2526号码头下面的基桩里面。好，那因为我们无法追踪它的气泡了。
那所以说一度有紧张的感觉。遗体找无，命案侦办嘛无进展，互检方审核伫看守所的现场的嫌犯，根据了解，检方2月找到审核嫌犯的时，就捌向法官提出禁止嫌犯看报纸、看新闻，互反应不回。烦恼嫌犯知影侦办进度，检方决定重新申请，嫌犯袂使接触媒体。本案因受瞩目而为媒体所报道。本署检察官于昨日已经补充相关的事证，再次向法院请求禁止及阅览、授相关的报纸及电视新闻。现场嫌犯唔认罪，唔讲实情，互案件真歹办。2月11日传出讲，嫌犯的小弟失踪真侪天，互外界烦恼是毋是嘛误害？不过警察赶紧表示，2个小弟，一个平安，也另外一个因为毒品案件互通缉，会继续来抓人。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头一摆有美国的军舰驶经过台海，中共东部战区今仔发布讲，美军的总神号驱逐舰，佮有一只海洋的量测船伫7月到12通过台湾海峡。咱国防部嘛证实讲，美国的军舰有通过台海。有学者是认为讲，这表示川普政府正关心地缘战略，嘛正重视台海情势。南华维持对峙袂顶袂当的局面。美国总统川普就任了后，第一摆有美舰通过台海，引起关注。中国东部战区杂志表讲，美军强神号驱逐舰保持7号海洋庆牛船，对7月到12通过台湾海峡。在2月10日的上午，有侦获美舰由北至南执行这个航行任务。那期间呢，我们也运用相关的手段监控共军的各项的动态。美军强神号驱逐舰是大家较知的，过去就捌经过台海，但是这摆佫加上保持7号海洋庆牛船，外界解读讲有可能伫台海做侦搜任务。国军强调讲，专定拢将压死克雷海空域的动态。如何跟我们友盟国家的合作？密切的合作，这是我们既有的一个机制。美国印太司令部证实讲，美舰经过台海是无涉任何沿海国家的领海，但是达到中国的敏感神经。国防部12日发布讲，侦找到中国军机30只，其中23只次是超过台海中线，入去到北部、西南和东部的空域，变作3面围台的态势。加上中国军舰7只，公务船1只。出现伫台海，学者分析讲，美舰软过台海，反映出川普2.0是更较重视地缘战略。在川普2.0政府日渐重视地缘政治跟地缘战略的情况下，台海的重要性会日益的被重视。同时，由于美国朝野两党都高度支持台湾，加上川普内阁包括国务卿卢比欧都是强烈的反共派。国军反制中国军队的威胁，强化建军备战。传出今年汉光演习的规模会对过去的5天4暝翻倍变作10天9暝。对这国防部回应讲，佫伫咧规划会甲军民整合来立即训练。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陈怡君涉嫌以小弟顶4个亲情做人头助理，诈领助理费300多万。士林地检署今仔是指挥台北市调处去议会办公室顶13个所在敲催，嘛约谈7个被告加4个证人。陈怡君涉嫌对民国108年告单用人头的助理诈领新台票300多万。陈怡君等涉案的人员，目前是伫台北市调处在接受审问，法院在暗幕在移送地检署复审。的这个工程。再来看政治评论员文龙东质疑讲，国民党立委李干秀1202年中州科技大海人口贩运案，李干秀讲要提告，文龙东今仔嘛去北检控告李干秀涉犯多例罪，嘛呼吁讲伊着爱公开当初召开协调会的会议记录。李干秀是讲因拢个乌白指控。要不要帮那委员补写一下？我们一直非常愿意。台北市长蒋万安斗相共加油，国民党立委李干秀最近唔来加入美国绑山政机，佮别人质疑涉受中州科大的人口贩运案，甲政治评论员文朗东互呛。12透早，文朗东到北检，各犯李干秀涉犯多例罪，呼吁公开当初中州科大协调会的会议记录。因为在2019年8月14号下午3点，在立法院楼下2119号的这个办公室当中，李延秀办公室陪同目前已经被定罪的中州科大以及相关的这些业者，就在那边召开协调会，也找了外交部非洲司来讨论签证的事宜。从这个案子从原本的完全搁置，到最后放行李彦秀所召开的协调会，
到底它实际上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会让外交部的反应180度大转弯？中州科大退场进程涉嫌送礼乌西摒招乌干达学生，有人党认为应该重启调查李干秀在当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不过李干秀强调，为反映破决甲外交部说明拢正清楚，伊办公室职员是用证人的身份作证，甲中州科大违法造成拢无关系。不断的用不实的指控、影射、抹黑燕秀，影响公众的利益，伤害我个人的名誉。燕秀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收集事证，对温朗东提出告诉。外交部及各驻外管处均依据外国护照签证条例与国际惯例，针对申请个案当事人的背景、访台目的以及所持证件真伪等资料进行审查，并基于依法行政原则进行准驳。对中州科大2022年摒出乌干达留学生伫台湾非法工作的案件，外交部也表示，核准来台外籍人士拢应该做甲签证目的同款的活动，佮遵守台湾的法律。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200外作家因为不满纳贝尔欧北台中预算，去年有得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杨尚子采集是发起2025年主张罢免无适任的立委连署的声明，到达嘛已经有200外位作家做伙参与。昨天文化部有来找我沟通，老百姓的血汗钱是这样在花的吗？1月因为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提案要提公司预算，引起影视界不满出来抗议。有出版人士写文章表达看法，陈玉珍说引用其总部到文馆回应讲，单调迄个讨饭的碗引起真济艺文人士的不满。但是这笔会伫咧中央预算审刷以后，继续摊销到文学界。我书写是为了回答台湾人究竟是什么人，而我持续的书写过去，是想要迎向更好的未来。去年得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杨尚子，找集发起2025主张罢免无适任立委的连署声明，有201位作家参与连署。共同签名作家黄俊兰表示，看到文化部这次预算互立法院台检冻结，恐惊影响到台湾文学本土语言的发展和推动，嘛会阻碍台湾文学走向国际舞台。韩国嘛是政府甲企业这个大力去甲补助，去甲因的这个。戏剧啦，这个扶持起来啦。正经要补助，要杀出去的时阵，恁又搁家己删掉，安尼哪会对咧？黄俊兰表示，这几年台湾文学网架直直在国际上得奖翻译，才拢在起步当中。伊认为，这作者拢是对现处时的政治环境失望，才来表态连署。社会学研究者认为，无论是连署声明，还是青年运动和民间发起的罢免等等，这寡公民运动拢是直直累积起来的社会力量。我觉得在这一次包括之前的导演跟现在的作家，我觉得也是的，跟这个大罢免运动站出来的人都说我们是公民，我们是代表政党，所以我觉得这次作家联署，以及你也看到那种类似那种非常强调超越党派的公民运动那个色彩。何明修嘛强调，英国影视界、文学界拢真罕伫针对政治集体发起行动，这背后可能有侪原因，也是惊资源受到影响。但是即卖艺文界愿意针对政治表态，伊认为这款公民行动愈值得关注后续引起的社会影响。记者卢尚珠、曾俊尧台北报道。来看观光署，这个月准备要迎接800个印度的团客是已经过了印度来台湾上大规模的旅游团，分6梯来台湾。观光署嘛预告讲，大约会有3000万的经济效益。有导游嘛强调讲印度是目前人口上济国家，也毋过因有特殊的食食甲生活方式，伫接待方面就要特别注意。排队在马康流浪，这团队印度来的旅客拢是业绩表现真好，接受公司的招待，奖励旅游的邮差公司的经销商。真侪人拢是第一摆来台湾体验耍马康流浪了后，随到要搁去台北市立动物园来参观。We are feeling very excited. S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are coming to Taiwan. The atmosphere is very pretty good. And we have a grand welcome here over here. The people are always good. The weather was very good actually. We're enjoying the weather. The cable car is very good.
The people are very good. We are enjoying the food also. 观光署讲，这摆是疫后第一座印度奖励旅游大团，有要800印度的旅客。专团是6个提厝到台湾，接台旅行社是规划5天4暝的行程，安排去马坑、大稻埕和游览西门町、台北101，买邀车到宜兰的东澳去体验海山堡的佚佗行程。因为旅客有特殊食物件的需求，行程嘛要配合宗教习惯。他们对国外的食物并不一定能够接受，西方的食物还可以，所以他们这一次来，他们带着自己的厨师，他们带着他们自己的食材，所以我们要安排餐厅，安排厨房煮给他们吃。有10多档带团经验的导游分析讲，印度市场有人口的优势，过去出国的优先来选文化相同的国家，若要接待印度的旅客，必须要熟悉因特殊的需求。观光署预估，这摆印度团来台湾，差不多会造成3000万的经济效益，未来嘛会继续来开展多元市场。东南亚几个，只有菲律宾的市场，像这些都是可以大步要进。那四平八稳，其实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很平稳的恢复到疫情之前。周延辉讲，观光署是持续扩展各客源的市场，除了日本、韩国、北美这些主力市场，对有关度开发潜力的印度市场，嘛会采长期深耕的策略，分阶段来行销布局。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今仔15是元宵哦，民众会食圆仔，还是讲食元宵来过节？消署是提醒讲，传统市场卖圆仔元宵，因为无规定讲哦，就爱标示生产的日期，还是成分，所以消费者目睭就爱配合金哦，看好真足，片看卖的才通买。今仔日是俗称小过年的元宵佳节，传统风俗爱食圆仔甲元宵，表示团圆美满。不过安怎食了安心，消署提醒外观真重要。传统市场其实你都会看到它是散装的，打开看颜色哦，那个颜色不要太红的，要闻一下味道哦，因为其实这种米面丝制品它湿度高，容易腐败。市面上圆仔种类800款，爱注意整形的圆仔，也就是互染料染色外表经过实验的圆仔。若是染工业染料，亲像鼻涕管第4类毒性化合物质的玫瑰红笔，也就是罗丹明笔甲红灰笔。5是上严重的上肝上油脂，因为圆仔质量是真悬，要安怎食到健康？营养师建议爱食咸的。烹饪咸的元宵跟汤圆的时候，可能还会加其他的蛋白质跟蔬菜类的食物，所以它比较容易可以达到均衡饮食，然后也平稳血糖的效果。早吃比晚吃好。因为圆仔主要成分是糯米粉，属于淀粉当中自然淀粉。粘性较悬，真歹薄，也会造成消化不良。提醒民众食时阵，速度爱放好慢，才袂隔着。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人讲，当这食圆仔，元宵节是食元宵哦。一般人是认为讲有包鸭较大粒的叫做元宵，甲圆仔是无啥共，敢真正是安尼分的？今仔解破新闻，咱就请雅纯来为咱说分明。是主播，咱今仔日解破新闻，就参大家做伙来探讨这元宵甲圆仔两项到底有啥物无共。咱先对上大的差别，就是做法来讲起。这元宵是用甜的这个鸭，甲伊切做细块了后，混淡，甲伊放伫咧柑仔或者是现代人用盘仔内底，掺糯米做的粉伫顶悬，拿切拿裹粉，搁中互喷水甲裹粉即个程序，互这元宵会当愈练愈大粒。口感来讲，元宵食起来就会较 Q。外形因为是用练的、用裹粉的，就会较无规则。也其实即个元宵是北方的风俗，伫咧战后才传来到咱台湾。佮来讲到圆仔，有的是有包鸭的，有的就是基本细粒的红白圆仔，同款拢是用糯米落去做的。毋过是用手软软的了后，家扫做一粒一粒，这个对这个方式来讲起来，相对食起来是会较黏，而且外形呢，因为用咱的手落去扫，这外形就会当做粒有较圆。伫咧传统的文化内底，咱办喜事等等，拢会大家做伙烧酒来烧圆仔、食圆仔。
代表着一个团圆圆满。因为伫咧冬季食圆仔，是因为已经到年尾啊，唔才会讲冬季圆仔食了加一岁。总是即马时代伫咧变迁，无遮尔啊注重食圆仔，也是食元宵的风俗，是遮嘛无的确得爱等到什么时机，想要食随时嘛拢会当来一碗。即是这圆仔甲元宵拢是纯米做的，加上甜汤，这热量是真悬，食4粒等于是白一碗白饭去啊，得爱慢泡至少40分钟，才会当来代谢。而且圆仔甲元宵是个真歹消化，咱就唔通食了伤济，食了伤赶紧，才袂对身体造成负担。咱今日的解判新闻就先讲到这，所来将镜头交转去主播。感谢雅顺哦，咱继续来关心玉山管理处最近接到通报讲，园区最近常常出现台湾乌熊哦，今年到达嘛已经有通报5件咯，车执阁有看到。有关处是认为讲，这有可能是因为寒冷，高山的食食较恶吹，所以乌熊落山来找食食，所以嘛提醒民众，若看到乌熊莫上惊吓，爱冷静慢慢离开。民众行伫登山步道，雄雄看到下骹一道乌色的身影，感觉非常难得。难得看到，刚才那个年轻人快在跟我们讲的。有民众2月7日来到玉山国家公园，伫咧瓦拉米步道，讲有翕到一只乌熊咧找食，随后就去走入去深山内。另外，伫咧塔塔加园区东部瓦拉米，嘛拢有民众有捌看到玉山主峰步道，甚至个发现到乌熊完整的脚脚印啊。玉山国家公园面积为10万多公顷，范围非常广泛。那从今年1月份开始，到2月份，已经发现5起的黑熊出没的一个事件。玉山管理处表示，今年冬天乌熊会一直走出来找食，可能就是因为天气影响，乌熊咧食的狗爪啊，这类的物件也未熟，佮再加上乌熊的活动范围宽，开始往较浅山的所在找食，所以民众看到通报的机会嘛会增加。黑熊的习性，在冬天它没有冬眠的现象，所以在冬季的时候也会碰到黑熊在山上出没，所以我们这边呼吁游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玉山管理处表示，会出现安尼现象，嘛代表讲台湾乌熊的族群稳定的发展，活动范围是愈来愈宽。有学者嘛感觉认同，不过嘛讲这详细原因，也是要继续调查。嘛提醒民众，若看到乌熊，就莫去甲交叉，慢慢退后离开就好。事后通报，有相关单位会当继续追踪乌熊的行踪。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全台湾海拔相关的合欢派出所，常常拢有外国游客需要斗3工哦。为着要沟通，合欢所的所长是真拍拼去学英文，嘛协助过真侪游客就医等问题哦。最近这个所长特别退休了，都有2个来自瑞士的翁仔某，伊是真感谢所长的帮助。连续侪天的低温是啥真侪民众去合欢山看雪，不过若拄到高山症的人，临时需要就医，伫山顶是无啥病院，警察都要随时伫遮协助民众去互医生看，而且不时还佫会拄到有人调车，或者是有外国人需要斗3工，800款的情形拢是咧考验警察应变的能力。这个书法用啊，要马上下山。Did your son have? Yes. I meet your friend Ulin. Oh, okay. How far? How far? 5 kilometers you can get there. Come on. 合欢所是全台湾海拔上悬的派出所，所长李小平伫遮服务已经要8年啊。为着服务外国人，伊家己学英语，伫退休进前出动救援的任务。有一对瑞士籍的翁仔某，因为路袂通，掉伫山顶，除了甲因救落来，还佫安排因住眠，互因感觉真甘心。我会讲一些简易的英文啊，跟他们沟通。假如比较不太能够沟通的话，我会用电脑去，或是用监视器跟他们沟通。从哪个路或者到哪个路段，你就可以通行或放行。即马到底要退休啊，李所长希望当然会让以服务为快乐之本，继续伫山顶提供服务。嘛好有游客去山顶进前，都要注意家己的身体，甲检查车的情形。出门进前会当先查路人的消息，才会当快乐出门，平安回来厝里。公司新闻华联报道。来
来看台积电的董事会头一届伫美国举行，针对川普可能要对台湾的晶片起关税，有外国媒体是指出讲，台积电会当透过伫美国来设晶片，先进封装可外式产线来扩大投资，甲一寡愈先进的制定刷到美国来甲美国协商，减少关税影响。台积电伫台湾时间12日第一摆去美国举行董事会，有希望增强甲美国政府沟通。因为川普进前捌表态，伊要亲像前总统拜登，为要互企业刷回美国寄出补助，是透过关税互企业刷回美国。台积电确实有可能承诺在美国扩大投资，来交换就是关税苛征延后。那这样感觉就是双赢的策略。根据了解，台积电伫美国市场投资650亿美金，用得到美国政府补助66亿美金。这三座晶圆厂包含一期已经开始量产的4奈米，二期的3奈米厂，然后到2028年量产，3期要生产2奈米，或者是更加先进的制程。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指出，是要说服川普无扣重税，台积电用伫美国设先进封装口外产线，扩大美国投资，承诺将更加先进的制程刷去美国。或者是向美国客户说服川普政府，因为川普关税变数，鸿海董事长刘永辉也提出伊的看法。整个影响应该不会太大，那真正会大的是什么呢？就是怕因为这个新的关税制度造成了整个全球的不景气。造成整个市场萎缩。川普的关税战有哪产业高度关注？美国指数有人有起，台股12开盘捌起超过8点，盘中小下收，暗过依然有23000点以上。台积电股价上下震动，盘中捌落到1105块，65块。等到整体的关税 settle 以后，台积电才会走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多头方向。那现在可能第一季碍于这个市场讯息的关系，所以可能就会比较偏向是在这个横盘做整理。台积电董事会结果都要出来，结果恐惊影响台股的变化。专家分析，台股大盘未来走势，因讲是牛熊钢铁有机会为23000点一路上攻，不过期间依然可能出现实力了结的卖压，爱信心来观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各县市的高中、国中小这2档有不少专任的教师的课，有不少代理老师嘛考到正式的课咯。这嘛造成代理老师这嘛是真欠哦。虽然过去台北市的代理老师因为提供规档的聘期，也毋过后来其他的县市嘛拢比较办理咯，所以真侪老师考虑到讲，这嘛台北市的物价真悬，生活工作压力真大，所以有愈来愈侪人宁愿回去故乡教册，嘛互台北市的代理老师是愈来愈歹请人。4年前，在员工的专心学园以双语实验课程做核心。台北市延平国小最近新生分发第一阶段就完业，不过要找老师算是相对困难。顶一学年度录取5个人，单单1个人来报到，开出代理课，考了10几届，总算是报9人。就算有交通费的补助，他还有这个代理老师也可以晋级，这些跟你的房租的支出、跟生活水平的支出来比是微乎其微，所以会造成台北市的诱因下降。校长坦白讲，台北市物价悬，压力大，佮加上因为台北市代理老师拢是专年聘请，即马全国拢是安尼，代理老师无一定爱选台北。根据台北市教育局的统计，113年度无包括附设幼儿园代理老师欠1868个人，其中国校725个人上济。到开学的时候，最后就只能够呢，用组长先去把这些导师补上，然后用组长去上所有的科任的课。去分配正式老师的一个缺，不可能让所有的一个师资培育通通考上嘛，所以一定有部分会留为代理。但是如果说整个劳动条件各方面不是很 OK 的话，他有其他的业界可以去做处理，其实他就不会留在现场。专家中指出，各县市这2年来开出袂少正式课，代理老师陆续引导透露，代理课本来就变少，所以找无人的科别，找无代理老师是一个问题。若准讲找无人的科别，最后变做无满额录取。教育的品质受影响，因也是呼吁中央甲地方提升劳动条件，也有教学环境，让少年人愿意投身教育。公视新闻综合报道。
昨日半暝11点外，伫新北市的新店，警方抓到一个驶客停车的驾驶啉酒驶车哦。警察嘛发现讲，伊进前嘛捌啉酒驶车，互吊扣驾照，客停车营业登记证嘛已经过期咯。伊阁对警察大细声。另外，伫台北市的大安区哦，嘛有桥倒摆民众不满讲违规，互警察开单，甲两个警察拍着伤，嘛防起妨害公务罪抓起来咯。我讲电话啊，我无开车啊。讲电话讲到一半，警方雄雄出现，这个驶客停车的人一直咧找理由，都叫警察给做酒测。在，好，我们看酒测值哦。不用看了，已经超过了。这个驶车的人心内知知咧，拿做酒测百遍是超标，不过伊要是把车驶去路面。这个案件伫新北的深坑，早早半暝11点外，这个涉案的查甫人甲人自餐有食酒，了后驶车要转去，去互抓到食酒驶车。失信驾驶酒测值高达0.57，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根据警方调查，这个嫌犯唔但食酒驶车，甚至是无照驾驶，之前就因为食酒驶车去互吊扣驾照，这届搁一届违法，唔但啉甲嘴茫茫，互带登去警察局的时阵，还搁甲警方大细声。你干嘛？我还没看到你要干嘛？警方出勤拄到的情形是百款，唔但是匹配叫尔，甚至有人会起脚动手拍警察。顶日啦，伫台北大安区，警方查交通违规，一个起诉是起一个甲红单手去，甚至出手攻击。交通举发尚未完成时，将民变强行取走罚单，后续更出手攻击警方，造成2名员警手部擦挫伤。除了破坏警方的装备，甚至致使警察受伤，当场以现行犯逮捕，专案向妨害公务罪嫌来侦办。公司新闻上北报道。再来看，去年台北市一个15岁少年囡仔骑赛车后去弄到一间卖臭豆腐面线的店家，造成3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台北市交通局嘛发函予交通部，建请加重无照驾驶的处罚。交通部嘛表示讲，因拍算要来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甲目前有上侪罚2万4，来比较危险驾驶，提悬到罚3万6。台北市去年发生15岁少年赛车去弄到顶仔骹的小食店，造成3死2伤。未成年无照上路的事件引起社会关注。照现行的法规，未满18岁驾驶人无照驾驶，不管是奥多巴还是小型车，都会当采取新台币12000到2万4的罚金。另外，驾驶人和法定的代理人还是监护人，嘛要做伙来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台北市交通局嘛发函交通部，更加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我们透过这个案件也觉得可能真的没有达到恫吓的效果，所以我们也建议了交通部可以再比照就是酒驾的部分的罚则去加重处罚。会朝向比照危险驾驶，提高它的罚款上限到36000元。如果是你是无照驾驶，好，然后如果是有肇事致人受伤的话呢，我们会延长4年不能考领驾照。但如果是重伤或死亡、致人重伤或死亡的话呢，是终身不得考照。政府嘛和民间文教基金会来合作，举办学生奥多巴安全驾驶学校的推广活动。去年到学生无照驾驶较侪6间学校来做宣导，当中有1229个人次参加。统计2023年未成年无照驾驶是1834个人，2024年是降到1309个人。过去1年当中，因为这样子行动列车的融入到学校里面去做课程的一个宣导，让我们的这一个违规的人士减少了525个人士。教育局嘛透过下县市和校局促来合作违规辅导，包括下县市的加强处理，后壁辅导违规学生改正因偏差的行为。警察局是加强处理，而且移地保管车，强化车辆所有人的管理责任和辅导。逐个月提供违规的资料，教育局是通知学校加强辅导等等。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昨是表示讲，准备要伫和平谈判来甲罗西亚讨论交换领土，嘛讲无美国的安全保证，拢未是真正的安全。乌克兰甲美国嘛证实讲，会伫这礼拜5伫德国一场安全会议顶头见面。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0日讲，乌克兰准备伫任何有可能的和平谈判内面，用半当前伫库斯克州攻势内面去抢到的罗西亚的领土，来交换目前伫罗西亚控制之下的乌克兰的领土。伊伫接受英国《卫报》的专访的时阵，佫指出讲，无美国参与的安全保证，都袂是正港的保证，而且补充讲，敢若靠欧洲是无法度负责基辅伫战争顶悬的拍拼。伊嘛甲发声社讲，因为华府正在推动结束要3年含罗西亚的战争，伊会伫即礼拜5。伫慕尼黑安全会议顶悬，和美国副总统范斯来会面。范斯过去对美国支持这场冲突受真侪批评。Також будуть зустрічі із командою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上时，川普的特使魏科夫出任务，促成罗西亚加2021年因为毒品犯罪伫罗西亚坐监的美国犯人福格尔放出来。We were treated very nicely by Russia, actually. I hope that's the beginning of a relationship where we can end that war. And 美国 Fox 新闻采集是放送川普的访问。川普讲，乌克兰未来有可能会属罗西亚，但是嘛有可能袂。而且讲已经甲基辅讲，希望因提出共款价值的物件来做美国甲因援助的回报。譬如讲提出价值5000亿美金的稀土。但是对川普的言论，乌克兰的民众是感觉真无法度接受。Він може думати все, що завгодно, і казати все, що завгодно. Але Україна не буде Росією ніколи. 泽伦斯基进前接受访问的时阵，捌提出一张红地做是机密的地图，标出乌克兰境内的稀土和其他重要矿藏伫倒位。表示讲，若要讲交易，安尼就来讲。迄当阵，伊就强调讲，任何协议都应该包括盟友的安全保障。泽伦斯基伫卫报的访问内面嘛讲，未来会提供美国企业强大的声音来参加乌克兰的中建，嘛用这来争取川普对乌克兰的支持。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大家拢较关心新兴式 AI 技术甲相关的应用，也毋过英国皇家工程学院是针对 AI 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提出一份报告，指出讲未来可能会造成各国水资源甲能源的烧济，嘛呼吁英国政府应该爱要求科技公司，就爱针对能源甲水资源的使用，定期来公开报告。海洋学家伫英国普利茅斯港口采集浮游生物样本进行研究。过去人工分析要用几工的时间，即嘛有 AI 工具，一时中得到大量数据，加速研究的进展。AI is offering us a way to unlock this reserve of information. This could be a real game changer for us. 不过明显的成果也有真悬的成本甲风险。AI 产业虽然促成跨领域的应用甲成效，不过耗费的能源却真可观。为平常用的手机到研究用的超级电脑，拢爱伫云端的资料中心进行运算。这资料中心消耗大量能源甲水资源，来供应运算器甲冷却使用。英国皇家工程学院的报告指出，AI 技术扩张成过紧，会加重未来各国对水资源甲能源的争夺，甚至威胁民生能源的强行。The worst case scenario, if you don't manage th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by data centers, is that we will find ourselves making difficult choices when it comes to who has access to power in the UK, whether it's the data centers or normal people. 第巴黎召开的 AI 峰会顶悬，各国元首甲科技业高层关心的议题是伫安全的环境之下，全力促成人工智慧的发展。伫全球对抗气候变迁的趋势之下，安怎无要互 AI 的开发阻碍，劣化的成效也真重要。皇家工业学院呼吁英国政府应该加强监督科技公司的能源甲水资源的使用，佮鼓励加强永续能源来支持 AI 基础设备的运作。公司新闻刘淑芬编译。咱来看台中市有一个富人人伫面册看到理财广告，诈骗集团是骗讲家己群组会当来提款，抽到要上市股票的几率，佮会当提供延期交关服务，所以就拍算要领95万去投资。加在警方甲处理的人主动，嘛有抓到一个姓吴的车手。富人不忍车手年纪轻轻就走错路，也在现场苦口婆心唤醒，希望早日回头是岸。本分局在现场查扣相关证物，并在诈骗集团交付车手的手机中，发现上手化名永和豆浆幕后操控。全案移送后，由台中地检署以加重诈欺等罪嫌侦结起诉。这个富人人甲车手约伫素食店要交钱因为处理的人怀疑讲是诈骗，有去报案，警方是等伫现场，嘛抓到车手，专案是交予台中地检署依早起假造文书甲洗钱罪侦办。这个车手恐惊上当，会防判10档的有期徒刑。
再来看纽西兰进口牛奶哦，今年开始就唔免搁扣关税。有农民是讲，一寡保存期限90天的进口牛奶，嘛是表示生意，甲咱国产的生意形成无公平的竞争。乳业协会嘛证实讲哦，行政院嘛已经指示讲，有效日期伫14天内的牛奶哦，才会当表示做生意。国内奶品的竞争，因为大纽经济合作协定生效，纽西兰进口奶应定关税进口，对国内劳动造成真大压力。劳动烦恼进口奶品保存期限有90天，所挂名鲜奶对国产鲜奶加做无公平竞争。农业协会就向政府强烈建议，要求奶品的确实标示效期。那这个呢是第一个给我们台湾的肉农有一个竞争的公平机会了，不能够我们同样鲜奶，国外奶70天、90天也叫鲜奶，这个是不公平的。农业协会证实，行政已经指示，效期14日之内奶品才能标示“鲜”这个字，因为确实标示效期才能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标示比较清楚，而且是真真实实的标示，要不然只剩2天也写鲜，那我觉得这样就不妥。我会看标志的。按你说鲜奶的话，我会先看鲜字。农业部证实已经收到指示，为福部是表示，等到正式收到公文了后，照指示来办理。是我们做过一个预告，但是预告之后就是大家意见很分歧。如果说行政院这边的指示下来，那我们会再依照这个相关的文字去做一些调整。因为原物价欠权，劳动面临成本大起的问题，市场这几年所出现限量收购的情形。农业协会表示，奶品厂原来进口奶，各要求用俗价来买农产品，价不合理，也希望政府应重视这个问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有48万外户，后礼拜要停水55点钟哦，嘛引起真侪民众的怨叹。昨市政府甲经济部是紧急协商，宣布讲部分所在停水的时间会缩短，嘛强调讲哦会甲水公司协调来增加送水车甲加水站。市长陈其迈嘛向市民回示咧。设计师无因咧替人去洗他们，红山这间他们店因为知影日一开始要停水55点钟，烦恼会影响生理。店长早就已经甲水车注文好，要请人载3天的水。即摆讲因遮干那爱停水13点钟尔。店长虽然奇怪，那也无通知，不过也是欢喜提早有水通用。是因为我们用水量会比较大，所以如果停水的话，我们一样要加加水车。停55点钟啊！张首先的消息是讲纯停13点钟，你敢知？唔知，13小时不晓得。因为向广告有15个区要停水55点钟遐尼久，这几天市府甲真侪民气代表是电话接袂煞，民众怨声连连。市府也赶紧甲经济部敲切，即摆洪山有7个里，干那爱停水13点钟，南马溪提早3点钟恢复用水，大寮是全区降压送水，停水时间甲范围有较细。市长陈其迈表示，希望水公司未来会当量早提报计划，互大家量早准备。讲后盖这管线若要维护啦，要维修，应该爱有一个年度的这个计划啦，互大家较早知影讲，你是当时要修，当时要停，安尼大家嘛要做一个准备，安尼可能较好啦，所以就增加经济部水公司来做协调，我想。而且我那甲大家回示咧啦，停水的范围加时间缩短，毋过伫林武地区嘛是爱超过50几点钟的时间，所以即马大家拢在协调讲送水车，搁加水的所在、水塔临时的所在，会使搁较济。自来水公司表示，因是调用其他备用水源来斗3工，才通缩小这摆停水的影响。其他所在因为受到广线的限制，嘛是维持停水。因会继续甲地方参详，增加送水车甲加水站。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采访报道。来看台南哦，真出名专门咧放理论电影的全美戏院，因为逐档哦拢了钱，传出讲3月初2开始就要先关起来咯。戏院的经理吴俊成嘛证实这个消息，也毋过伊是强调讲这是暂时的，卖来思考看安怎来转型。台南市全美戏院的员工12早起由原正常上班，不过因为风声讲3月初2就要暂时关起来，真侪民众透早就来戏院门口口。是有点可惜，但如果说是可以让现阶段说可以发展到更好的话，我们但是乐观其成。细汉的时阵，拢会来遮看电影，一家当看2出啊，偌好的，买1张票看2出，所以阮今仔就特别来
来甲阮较早的基地找回来。全美戏院经理吴俊成出面证实这项消息，主要是因为这几年直直了钱，虽望见不是家己的，不过一轮电影看2出票价只要140块，逐集放送3场到4场，也敢若卖出几十张票。当年了超过100万，进前疫情期间了愈济，即马要暂时休困，伊强调未来要引进新策略，才能当突破困境。比如说，我们有做过独立乐团，几乎都是成功的哦。上次也有人说过那个脱口秀，像我这几年有时候去内湾啊、红楼啊，看一些老戏院怎么转型的例子啦，他们也是把影像放在戏院的一环，结合餐饮，结合一些文创，当然戏院有无限的可能啦。其实戏院就是一个想象的空间嘛，吴俊成的老爸1969年甲全美戏院买落来，1971年自首轮戏院转做放送2轮电影，到达已经54年。国际导演李安的电影梦也是自这启蒙。虽望当时会重新开幕也未决定，但是今仔日2月12是全美戏院75周年，戏院举办庆祝活动，邀请大家做伙回顾这间是未少台南人共同记忆的戏院。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前民进党的中执委郭在钦墓伫台南有真侪土地非法在落地坡互起诉，环保团体嘛质疑台南市政府涉道理甲暗卡，也毋过台南市环保局是表示讲有继续要求讲爱清除。环保团体一直追踪台南客家工业区各农地方非法掩埋的后续处理。监督市政联盟指出，10多年前，将民进党中执委郭在钦等人开始非法掩埋路赛，不法利得达到21亿，已经予台南地检署起诉，但58万栋到28万栋还未清除。不满环保局到今拢无要求主嫌郭在钦提出清除计划书。郭在钦的不法所得高达数亿、数十亿到100亿，不要求郭在钦去清这个炉厂，就是图利，就是护航。环团指出，环保局要求郭在钦下面的厂商林富顺来清除，并不是伊本人。立委嘛质疑，敢讲为台南市环保局到环境部拢当作无看到咧。是你不发，不敢发，还是谁叫你不要发，不准发？台南市环保局这样放水，环境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还是2只眼睛都闭起来了？而且环团举行记者会，台南市环保局无人来参加。环境部表示，林富顺是实际填埋的人，所以由伊来负责清除。环保局的判断，这个是在整个行为人是林富顺，他是做填埋这个动作的行为人这样子。台南市环保局嘛重申，林富顺是实际污染行为人。有关还未清除的28万栋路赛里2笔的土地，其中1笔伫工厂下骹，厂方无同意，即马清除。老板也知道这种情形，可是因为他为了照顾员工，因为这个他工厂不能停。但是我们在土地已经跟他做了注记，说这个土地没有处理的话，不会跟他买卖了。环保局强调，绝对无护航，还有道理。另外1笔土地一直在清理当中。环境部嘛指出，目前检测有路赛的工厂地下水、重金属负荷检测的标准。若讲将来有开污的可行性，会来进行清除。公司新闻林建梅平遥组台北报道。基隆的和平岛第7公园有天然的海水游泳池，会当哪看海哪游水。去年嘛，真做是台湾头一个通过维持气体搬走的国家风景区。不管天气有偌冷，基隆地区居民也是有人逐日拢来和平岛第7公园游水，享受壮观的自然风景。和平岛公园嘛发现游水收煞的洗身躯，就会留落来济复杂包装的洗身躯巾、洗头毛巾的塑胶垃圾。咖啡厅每天都会有丢掉的咖啡渣，或者像石花餐，因为我们有卖石花冻、海燕窝嘛，那我们把这些废弃物再把它重新利用，把它加进肥皂，因为其实这都是很天然的东西，那可以把它重新制成这个肥皂，让它可以多一次用途，就是体现循环经济的部分。另外，园区嘛推行共享杯仔的计划，降低产生一阶性的废弃物，伫咧和平岛做工课员工和餐厅业者倒粪扫进前，拢爱先量粪扫量，到阵为检探做记录。最麻烦也最有趣的就是我们要每天量我们的垃圾量，每天产生了多少垃圾，那这些垃圾呢去转换成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一整年到底产生了多少的二氧化碳气体。
一寡小小的改变，展现出和平岛公园对永续发展的重视。历史和平岛第一公园加做台湾头一个通过温室气体搬走的国家风景区。目前的话，就是会跟碳盘查、碳减量跟碳中和，就是这3个阶段规划去做一个未来的处理。那目前的话，北关处这边是先以和平岛地质公园这边为优先的据点，先去处理，就是这个所谓碳盘查的部分。和平岛公园表示，后一步的计划是推动公园所有餐厅加做环保餐厅，提供无塑胶的食事文化。因嘛邀请游客加入减碳行动，斗阵加向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家人报道。台大病院今仔公布一个上新的研究，指出讲 B 型、C 型肝炎的病人哦，若无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等代谢异常，伊有淡薄仔肝包油哦，颠倒是会当来抑制肝癌病毒。也毋过哦，若有代谢异常，得到肝癌的几率甲死亡的风险哦会增加。肝病会当讲是台湾的国病，若是有慢性 B 型和 C 型肝炎的患者，后续肝硬化、肝癌的风险也增加。台大病院上新的研究发现 ，B 型和 C 型肝炎的患者，若是有肝包油，而且代谢异常，亲像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油、体重过重的状况，死亡的风险也增加。全世界现在有发现一件事情 ，B 型肝已经变少。但是这个代谢症候群引起的肝癌的发生率在上升。医生表示 ，C 型肝炎若是严重，会造成肝硬化、肝衰竭。虽然目前 C 型肝炎大约2到3个月就会使治疗成功，不过若是患者代谢出问题，影响到肝，有可能有肝癌的风险。一般大家认为肝包油是健康的警讯，但是研究却意外发现，有肝包油的 B 型肝炎患者，死亡风险颠倒会降5成左右。像我们的研究其实有发现，脂肪肝会加速 B 肝病毒的清除，在我们台大医院的病人上面，所以这有可能是进一步导致为什么他肝癌、肝硬化风险会下降，甚至最后死亡或风险会下降的原因。那更多的机转值得更深入的探讨，因为这有可能可以找到可以去治疗 B 型肝炎病毒的一些相关的机转和治疗方式。医生表示，虽然这可能代表一般的肝包油对轻度 B 型肝炎的病毒有帮助，不过实际伫医疗现场，这款人是少数，所以医生也强调有9成的 B 型肝炎患者代谢拢有异常的状况，确实特别注意家己代谢的状况，定期追踪。若是发现血压、血糖、血油、体重过重，就要改变食食习惯，加运动，也要配合医师的治疗。记者中嘉嘅谢桂玲台北报道。可能是因为最近天气真冷，佮因为流感真时行，佮加上过年，全台湾的血库会只剩6.1缸的存量尔。台北关血中心佮只剩4.7缸，上紧张。早起伫内湖科学园区，就有一场上千人关血活动，咱做伙来看卖。在拍鼓声内面，闹热开始活动，连续举办真侪档的内科千人关会，今年是拢总有37间企业来响应。根据统计，台北关会中心的血库存量，目前包括 A 型、B 型和 O 型，血库存量拢偏低，干那4.7缸。我很久没有捐了，但是我觉得捐血是不错啊，促进新陈代谢。去年企业响应千人关会，拢总有309个员工，人生是第一摆甲手比起来关会。台湾血液基金会讲，关会有1到2，民众未来关会意愿嘛会提悬。有一透早就来关会员工讲，会当关会表示讲家己身体健康，所以更较爱珍惜会当关会的机会。因为那个都是在上班的时间，所以不太方便出来捐血，所以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可以参加捐血活动，其实是蛮开心的。只要来报道，就送一大堆礼物，但是即马开始落雨啊，关会人数是随减少。即马敢若最近的状况，人气团一个接一个一直来，加上流感的高峰期和过年的连续假期，影响民众出门的意愿。即马全台的血库存量已经是5丁，目前敢若会当使用6.1缸。血型的方面是以 O 型的血，即马是上欠的。因为通常我们会库存一定的5天到7天的安全存量，只是在那个医疗用血量很大的情况底下，我们如果在农历春节的这个长假期，尤其是在农历年后，有很多的手术就陆陆续续去安排。连续3天拢有关会活动，目标就是要找到3500台。企业的员工嘛会分配来关会，解决血库即马真着急需要血问题，嘛希望用这来鼓励更较侪人做伙来关会。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台北市教育局等下推设共用式游戏场哦，符合各种年纪的囡仔通耍的佚佗物仔。目前哦，台北市嘛已经有28个这款的游戏场咯。今年哦，按算阁要投入1500万来增加3个。总算到下课时间，台北市民全国小的囡仔拢到户外耍。其实因的游戏场是真无简单。这个游戏场有亲像这款的厝铺，互行动无方便的身障囡仔也通去哩厝流浪。其他各种设备的设计也拢考虑到无共年岁需求的囡仔。这款共用式游戏场，和各种力量宅、各种特殊需求的囡仔拢通来耍。那所谓的共融式游戏场的话，它其实它最大的特色就是，什么样子的孩子都可以玩，不管是大一点的孩子哈，那或者是小一点的孩子，那还有呢，一般的孩子和身心障碍的小朋友，我们都会希望他们都可以在这个游戏场里面一起玩。台北市教育局正在推出这款友善、各族群、各趣味的共用式游戏场。目前台北市12个行政区内底各校啊有28搭共用式游戏场。今年度按算要搁再投入1500万，增加3搭，让囡仔搁较友善、趣味的校园环境。特殊的孩子哦，可以有他肢体活动的空间，然后也跟其他孩子一起游戏的场域。我们是规划就是每年就是至少要3座。目前我们是用行政区希望它均衡来规划。那大概我们目前规划的可能是万华或大同。台北市联团国小表示，因在起这款共用式游戏场的时，佮有透过学习单收集囡仔对游戏场的愿望，来举办工作坊，邀请囡仔共同设计规划。联团国小讲，斗阵规划的过程，通互囡仔更加有参与感，而且也建立囡仔的成就感。记者讲林竹凯台北报道。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19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1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2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1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你哪袂当稳走了，以后伊要通过上面话就输在一桥。国内的政治纷争必须在宪政体制内依循民主的方式，才能持续深化民主。政治的问题，你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民众都嘛有讲啊，啊无你好打，你倒戈啊。即马何解嘉宾行到后边比走味的嘉宾啊？拜一祭拜。